看到企鹅，我感觉那个很像家里养的鹅，对吧？小企鹅哈，会动。所以你们去户外教学也是这样，就要先看哈。然而，苗栗市文化国小嘅会议室有一堂当特别嘅课程，先生要教学生利用补水来创作。做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哈，剪刀完了，我还要一个粘土蓝宝树枝拿起来，好，剪刀你们有没有？有哈，好，然后要准备一个牙签，我有哈牙签哈，因为牙签等一下你要粘蓝宝树枝啊，同补水见剪见叠，小朋友感觉当神奇，教了堂课嘅先生更加贴切，去教长。这样原来的布就是这样啊，我剪完了，校长也没有布了哈。对，我就感觉那个女人哦，好漂亮哦，这样婀娜多姿的。校长个子不高，我喜欢那个人都高高的。有你就看到个水布的啊，啊说水布按讲按大爽，尤其也客家发布和当道啊哈，就想讲也个布拿去了，又不是钱哦，搞生意讲穷俭哦，20万步。周美纯做校长已经20万元，当好艺术创作嘅期，也希望生人是得到课本之外，得到无穷款嘅启发。我对艺术也得哈，个生活咧。生活美学，我就有兴趣哦。对环境的建筑我有兴趣，就想讲，我一本身也买个东西，好，想讲，除了讲画以外，还没还有更多较多的创造力哈，也是在做生意，本家个脑筋发办的哈。但是我告诉你哦，你不能一下捡了很多放在那里不做，不会怎样，衰退啦，不会衰退啦，对么？不会衰退就做我们的周围嘛。布雕就係周美純嘅經驗，上到培養新人創作力嘅好方法。因為佢認為透過剪貼同排列組合，唔單止係嚟增加學生對藝術嘅興趣，係嚟嚴格教育嘅好教材。唔會畫圖嘅人，要咪會設計啊，要咪會看啊，嗰種啊做也係培養新人一啲膽量一睇，膽量睇，嗰一勇敢嘅剪下冇相干，佢按你。我自己对海外做事的态度没以后。當到校長仲係本學生個個猜想嘅感覺，周美純係將自家嘅興趣轉做同小朋友互動嘅橋梁，唔單止達到教學嘅目的，更加希望學生是嚟分享佢創作布雕嘅成就感。無人教啊，無師自通。嗰種係講係佢用當道嘅人，你比如講用國畫電台方法，用法式畫吼。用布局啊，哈，安尼，特用就有版画啊，某种压法啊，特用就有，然后慢慢的提批出来，就自創一格啦。陶吉亞樣藝術當中體會出布雕創作，周美純知道當驕傲。佢講布雕其實冇太困難嘅技巧，只要用到心，每個人攏是嚟剪雕出屬於自家風格嘅作品。布會很軟軟呢。哦，佢唔係一堂花，但是一樣的堂花變成人書香的東西哈，就因為我冇用畫，不會唔想畫咩磨好啊，畫個剪出來點咩唔準哈，故說都憑感覺到樣的，故說當道的東西要先到人腦筋底度。就係因為布雕係訓練腦筋嘅好方法，所以周美純嘅經驗，那有限就教小朋友嚟講，唔是靠到買個錢嘅才藝。其實畫冇可能就講。我唔講佢剪快，因為我不會都唔係花一刀錢去買，也唔講佢花，你講畫我講畫快咩啊？你看我就是这一个，好，你手不要伸进去给他剪哦，知道吗？这样会吗？哦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再剪一个就3个人摆东西位置就是要3-3-2-2，这就画画的记住。
行政职之外，周美顺总系希望学生是得到教科书以外，得到更加多嘅知识。透过自家带头去做，当自然界同学生嘅心关度，周美顺唔单止係教育，也係一個親人那個阿姨。因為人存生嘅講法的，佢叫人唔會講啊，唔會講啥啊，因為喜歡到高中時啦，啊我下邊就是下啦。周美順也會默默嘅搶高中嘅教長，今年8月就要結束4千萬元嘅教育生涯，只希望是同期向下韓國嘅新生同學生，使得到人生嘅回憶當中，記得為教育上到方法嘅變改教長，就像退休前，日本學生嚟講步調財迷窮寬。